傳說咧，正月15係天官賜福嘅日子，點花燈歡迎天宮嘅人會得到福神嘅庇佑。呢度有個小故事，話說喺唐代嘅某一個正月15，有個秀才冇點燈，仲喺深山裏邊散步。哇！果不其然就迷路啦。呢個時候遇到一個提住花燈嘅女子經過，問清緣由之後呢，就帶住個秀才落山啦。自此呢，呢個秀才對個女仔呢就一見鍾情。但係因為膽細，竟然唔記得咗要聯繫方式，導致秀才只能夠日日喺屋企就單相思。唉，由於兩個人係因花燈而起，秀才突然間諗起呢，我做一個花燈，於是佢將個花燈做好咗之後，懸掛喺門上邊，就日日思念。而嗰個女仔經過秀才屋企門口，睇到個花燈，佢先至知道秀才對佢嘅心意從未改變。而呢種唔使用骨架，外表用真絲呈出精美圖案嘅花燈，就一直傳承至今，成咗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精美絕倫嘅仙居針刺無骨花燈。咁你哋而家知道點解元宵節要點花燈啦？如果覺得呢條視頻有用嘅朋友仔，唔好忘記點讚加關注，轉發俾你嘅相親相愛朋友圈啦。八姑喺呢度祝大家元宵節幸福快樂！